来看前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立委陈椒华，今仔宣布成立监督施政联盟，会甲10外民间团体做伙来监督台湾的环境、土地正义佮能源等议题哦。立法院三党嘛拢有立委小听。倡议发声顶政府。10外民间团体手举牌仔，大声喊口号。时代力量前党主席陈椒华。 立委下任了后，正式成立监督施政联盟。环境、能源、国土保育，还有土地正义，结合第11届立法委员在国会继续结合他们来进行监督政府的施政。国际人权审查委员会都对国内的土地征收、市地重划都提出非常严厉的批判。到目前为止，任何的法规完全都没有更改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。讲出台湾伫土地、居住正义、都市计划，还有环境等等的议题，拢也有需要改进的所在。所以监督施政联盟为议题发声的时阵，嘛要结合各党的立委关注修法，推动议题，改善不同的施政作为。 我们接下来很多的环境工作有哪一些重要的议题，尤其是一些争议，那我们会来梳理清楚。所以今天有一些伙伴，我们接下来也在工作进度上面会一起合作。过去可以推说，因为这个一党独大的状况，所以迟迟不拿出政院版本，3党不过半的情况，要求现在的政府提出院会版本，委员会里面能够推动一些相关的修法，助力也好，提醒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部分，这样的合作哈，我真的是非常乐观，而且非常的尊敬跟尊重。立法院三大党团拢派代表出席，表态支持。期待新的会期开始了后 ，NGO 团体结盟，甲无共政党合作，让台湾的社会更加进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